啱啱過去嘅4月份呢，台媒爆出一單嘅緋聞，好快就衝上熱搜啦。喺韓娛、台娛同埋內娛都掀起咗好大嘅風波。呢單緋聞嘅主角就係而家韓國頂流女團 (G)I-DLE 嘅成員葉舒華。台媒話佢同柯震東秘密拍拖1年半，仲已經見埋家長。呢個消息一傳出嚟，即時衝上熱搜，網友拗到面都紅埋。葉舒華又再一次陷入輿論風波。呢場風波對佢事業發展嚟講，絕對係個好大嘅衝擊嚟嘅。但其實呢個已經唔係佢第一次俾全網熱議啦。由出道開始，網上對葉舒華嘅爭議從來都冇停過，甚至試過俾人全網鬧爆嘅時期。有人話佢舞台敷衍，實力墊底，身材管理唔掂，淨係靠塊面嚟食飯，喺組合入邊陀手掕腳。亦有人話佢清醒真實，越嚟越勁，逆風翻盤。佢幾乎係 (G)I-DLE 入邊話題度最高、評價最兩極嘅成員。咁佢實力究竟係點呢？係咪真係德不配位呢？憑咩爭議不斷，但地位依然咁穩陣呢？今日呢條片就等八公碌不我同你一齊完整復盤葉舒華由練習生到出道，又俾全網笑佢到穩步成長嘅全過程，睇下佢究竟係資源卡定係真係有實力。嗱，如果要講葉舒華嘅出道方式咧，真係唔係普通人嗰條路嚟嘅，因為佢係典型嘅空降出道。喺韓國 idol 體系入邊，咁正常練習生周期大多數係3到5年，但葉舒華嘅練習時間係好短好短嘅，係 (G)I-DLE 隊內練習時間最少嘅成員。隊員田小娟練習大概4年，趙美妍練習大概5到6年，但葉舒華由加入 Q 到出道，淨係用咗大約1年嘅時間差非常明顯。所以佢由出道第一日就俾人質疑嘅核心原因，就係憑咩佢可以入到 (G)I-DLE？ 嗱，咁呢度呢，就要講下韓國娛樂公司空降出道模式啦。呢個通常分為2種，一種係有海外市場需求，一種係睇中選手嘅獨特特質。葉舒華好明顯係屬於前者。Cube 當時呢，正喺度瞄準台灣同埋內地市場，咁佢嘅顏值同埋身份咁啱就可以填補呢一個空白。(G)I-DLE 出道之前已經係備受期待嘅啦。隊長田小娟係實力派製作人，趙美妍、Minnie、宋雨琦、瑞珍各有所長，唱功、舞蹈、綜藝感全部都在線。咁就喺大家以為配置定型嘅時候，葉舒華以最後一位成員身份公開，直接加入到出道陣容入邊。嗱，雖然講係空降啊，但佢喺團隊入邊嘅優勢亦都好突出嘅。首先顏值辨識度好高啦，清冷嘅古典顏，氛圍感滿分，鏡頭感亦都好好。一出場就俾好多人認定係團內嘅門面。大短板呢都一樣好硬硬嘅。佢唱跳基礎薄弱，同隊友嘅差距好明顯，而且舞台經驗不足，容易緊張放唔開。部分舞台被指力度唔夠，存在感弱，甚至出道曲《邋遢遢》全球爆火嘅時候，由於葉舒華嘅 part 唔多，仲俾網友笑佢淨係識唱邋遢遢。而 Encore 舞台一次小小嘅走音，俾人放大成實力唔得嘅鐵證。全網笑佢組合黑洞拖後腿，咁再加埋佢性格偏正，唔中意搶鏡頭，唔熟悉佢嘅人容易覺得佢高冷，唔好接近。咁啲黑粉就趁機帶節奏，話佢耍大牌唔敬業啦。所以客觀嚟講啊，空降加短練習期，注定佢一出道就要企喺風口浪尖。嗰段時間嘅爭議，一半係實力差距，一半係輿論對於空降選手天生嘅唔信任。但 Cube 選擇空降佢，咁啱講明佢身上係有不可替代嘅價值，顏值辨識度同市場潛力，呢個亦都係佢可以頂住爭議嘅基礎。出道初期嗰段時間係葉舒華最難捱嘅階段，只要你打開任何相關嘅貼啊，葉評經常都會話葉舒華究竟點解可以出道噶？每次睇舞台都覺得佢跟唔上，淨係靠塊面嚟入團啊！嗱，呢啲說話好傷人，但亦都好真實，因為佢確實有明顯短板。但好少有人見到鏡頭背後嘅嘢。隊友喺採訪入邊呢就多次提到話葉舒華特別捱得嘅。嗱，比如話啦，宋雨琦喺綜藝入邊話，舒華每日翻宿舍都會練發聲，沖涼都喺度哼歌。人哋練到晚黑10點，佢會留喺練習室入邊繼續練動作、練發聲，經常去到凌晨2、3點。咁經過長時間嘅刻苦練習之後，佢嘅進步算係慢慢浮出水面啦。首先第一樣就係佢嘅舞蹈力度明顯有提升。嗱，早期嘅動作偏軟，冇定點，後期框架更穩，節拍更準，群舞入邊唔再係一個透明人。第二，唱功穩定性提高，
佢由容易把聲震、氣唔夠，到後期開咪唔驚，自己嗰 part 嘅完成度越嚟越穩。第三，舞台表情管理升級，佢由緊張僵硬到清冷氛圍感、自信眼神，慢慢形成咗個人風格。Queendom 時期可以話係佢嘅第一個小爆發點，而佢喺拉人舞台入邊嘅獨舞段落呢，氣場可以話完全打開，甚至有唔少路人感嘆話葉舒華真係唔同咗啦。去到2023年細場舞台，佢嘅 solo 舞蹈 Red Redemption 完成3個高難度定點動作，就連專業舞蹈博主都評價佢進步速度嚇死人。咁除咗喺實力方面啊，葉舒華另一個長期爭議點係身材管理。嗱，佢屬於好容易肥、好容易變圓嘅體質，少少休息唔好，食多啲，咁塊面同體態咧就會俾鏡頭放大。早期俾網友吐槽話佢塊面好圓，腳好粗，唔似個 idol，唔敬業，甚至俾人改埋晒啲唔好聽嘅花名。咁後來為咗迎合大眾嘅審美，佢都試過啲極端嘅方法，嚴格控制飲食，大量運動，練普拉提，甚至斷埋碳水，好快咁就瘦出條螞蟻腰出嚟。瘦咗之後呢，確實係驚艷咗好多人嘅，有直角肩啦，線條清晰啦，舞台更加好睇。但佢曾經都喺直播入邊透露話，極端嘅減肥導致佢生理期亂晒，之後先慢慢調整飲食。而家嘅身材呢，係佢喺健康範圍入邊最好嘅狀態。後來葉舒華都喺直播入邊好坦然咁話，我覺得而家嘅自己好可愛啊，唔使一定要迎合人哋嘅眼光。佢唔再俾白幼瘦綁架，狀態更為之舒展，更加自信，反而吸引咗一大批中意真實感嘅粉絲。咁佢對於身材管理態度嘅轉變啊，其實都係對韓國 idol 審美霸權嘅溫和反抗。當所有嘅女 idol 都喺度追求0號身材嘅時候，佢願意企出嚟反抗呢一種道德綁架，追求健康真實嘅狀態。呢種獨立清醒嘅思想，反而都引起咗唔少普通女仔嘅共鳴，喺口碑上面扳翻一成。但如果要講到葉舒華最圈粉，亦都係最招黑嘅呢，咁肯定就係佢嘅性格啦。大家習慣咗 idol 嘅完美人設，做 idol 嘅就一定要乖巧懂事、溫柔謙卑、時刻營業、面面俱到。但係葉舒華就完全唔按呢個劇本行啦。佢唔會特登去賣萌，唔會強行營業，都唔會圓滑咁講啲咩場面說話，非常之有活人感。最典型嘅例子呢，就係佢喺直播入邊嘅真實反應。我喺呢度舉幾個例。例如俾網友追問佢會唔會特登去討好粉絲嘅時候，佢會直接搖頭話：我就係我自己，唔會為咗迎合邊個去改變，唔會去立寵粉人設，都唔會去搞虛假營業。咁當鏡頭影到佢素顏狀態唔係幾好嘅時候，佢都唔會匿埋一邊，好坦白咁話冇化妝就係冇化妝，唔搞咩精修濾鏡嗰一套。當團體直播氣氛尷尬嘅時候，佢都唔會夾硬去揾話題，夾硬去炒熱嘅氣氛，就咁安靜咁坐喺度，表情直白。就算係俾人鬧佢冷漠啊，佢都依然唔會扮到好熱情。中意佢嘅人，中意嘅就係呢種唔扮嘢嘅態度。但亦都係因為呢一種直白啊，令佢頻頻陷入爭議。喺2023年嘅某檔綜藝節目入邊，佢多次對主持人前輩用非敬語進行簡短回答，喺韓網引發大規模嘅冇禮貌爭議。唔喺團體活動嘅時候，當佢唔想笑或者笑唔出嘅時候，佢就保持清冷表情，就俾人鬧佢唔合群擺架子。喺採訪嘅時候，面對唔合理嘅要求或者惡意提問，佢會直接拒絕同埋無視，都因此俾人指責佢唔夠圓滑。而同樣引發大眾討論度嘅呢，仲有佢嘅敢說敢做。例如針對社會嘅惡性事件呢，佢唔會理自己 idol 同埋公眾人物嘅身份，直接發文話精神病唔係免死金牌。佢嘅觀點直接鮮明，收穫咗大批路人嘅認可。咁喺俾人問到佢點樣去看待惡評嘅時候，佢都會好直白咁話：唔好嘅評論我會睇，但唔會擺喺心入邊。唔賣慘，唔矯情，心態坦蕩。咁當內地暴雨災害嘅時候呢，佢低調捐款支援，唔會官宣，唔買通稿，默默用實際行動嚟傳遞善意。咁當台灣地震發生之後，佢都會第一時間更新動態，呼籲大家要注意安全，為家鄉祈福。性格呢樣嘢冇直接嘅對同錯，佢嘅直接確實容易俾人誤解。但都正因為呢一份真實，令佢喺千篇一律嘅 idol 入邊擁有獨一無二嘅記憶點。佢唔係啲咩完美嘅 idol 啊，但係一個好真實嘅人。呢份真實都喺度慢慢咁幫佢撕走嗰啲負面嘅標籤。喺韓網鋪天蓋地嘅爭議聲入邊，葉舒華進入咗一段長時間嘅沉寂期，減少咗喺大眾面前曝光嘅次數。佢喺社交媒體上面晒嘅內容呢，
大多數係自己練舞啊、鍛煉嘅視頻，間唔中都會分享下自己喺度練習新嘅歌曲等等。呢種不動聲色嘅改變，開始令部分粉絲察覺到佢喺團綜入邊嘅表現似乎放鬆咗，笑容亦都多咗。唔喺舞台上嗰個曾經呆滯嘅微表情，開始變得更加有層次感，甚至仲會設計一啲自己專屬嘅小眼神同埋獨特嘅舞台動作。一直嚟到最近2年呢，葉舒華開始進入咗上升期，好多曾經黑過佢嘅人都慢慢改觀啦。當中呢，有幾個關鍵節點對佢翻身係好重要嘅。第一個係 Queen 卡時期，佢嘅自信張揚、狀態拉滿、造型同埋表現雙雙出圈，當時全網都喺度讚緊佢，華姐真係好型。第二個就係細巡嘅 solo 舞台，佢帶嚟咗原創嘅 solo 舞台，全開咪唱跳，單獨企喺 C 位，就憑呢一個舞台啊，佢就徹底打破咗淨係靠塊面嘅偏見。第三個，回歸舞台，每一次嘅回歸，唱功、舞蹈、表現力都不停上升，同隊友嘅差距越嚟越細，甚至形成自己清冷高級感嘅風格。所以當而家提翻起葉舒華，大家嘅評價慢慢變成顏值實力雙在線，越嚟越穩啦。舞台氛圍感一轉，佢天生清冷嘅氛圍感本來就係團內嘅只此一份，而 Queen 卡入邊嘅造型同埋佢嘅氣質完美契合，成為組合入邊標誌性嘅記憶點。俾人一直笑佢嘅唱跳實力，通過後天嘅努力都慢慢追咗上嚟。雖然未去到話隊內頂尖啊，但已經達到咗組合平均線以上，終於成為咗一個擁有個人風格嘅 idol。呢條路佢行咗好幾年，一直喺度成長，終於從花瓶呢個標籤成為咗而家不可替代嘅葉舒華。好啦，以上就係葉舒華從練習生到而家完整嘅成長同埋爭議復盤。葉舒華嘅故事雖然係一個 idol 嘅故事，但其實都係我哋每個普通人嘅縮影。我哋俾人曾經質疑過、否定過，都曾經喺完美標準入邊掙扎過。但真正嘅成長，從來都唔係變成人哋期待咁樣，而係成為一個更加好嘅自己。咁你係從幾時開始認識葉舒華嘅呢？你覺得佢最大嘅變化係咩嘢呢？歡迎喺評論區入邊一齊理性討論。咁如果中意本期節目，都記得點翻個 like 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咯。我係八公碌賓，帶你換個角度睇娛樂圈，解鎖更多不為人知嘅故事。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